才会明治搁清醒的思想。伫风雨继续的期间，甚至伫过了的一段时间，一直存在伫我心内。但是第二天，风雨变细，海嘛较平静，我开始感觉较惯势。毋过，我规工拢心情沉重，还小可底晕船。但是到天尾暗的时，天已经清啊，风雨已经过，对来一个美丽的黄昏，日头安静沉落，过工早时搁爬去，无风无摇，日光照伫白塔塔的海面。我想，迄是我看过上水的景色。前暗我困了袂歹，胆已经袂搁晕船，心情轻松。我看迄昨昏还遐凶恶可怕的大海，伫短短时间以后，已经变甲遐平静柔和，感觉有够神奇。这时，写我上船的同伴，强惊我毋搁行船的决心继续落去，倒来找我。伊叫我的片名，嘿，Bob。伊若扑我的肩头，若讲，答你感觉安怎？我想，你去呼吓着啊，敢无？昨昏迄不过是小可风。你讲，迄是小可风，我讲，迄是恐怖的大风雨呢。大风雨，你讲笑话，伊应，你叫迄大风雨？哎呀，迄哪有啥啊？只要咱有好船和好房间。迄种风，咱着免挂心，因为你是菜鸟水手，莫怪啦，Bob。来，咱来去变一寡放饲酒，啉了就甲遮个放袂记得。你看，即摆的天气外还迷人啊。缩短故事的这段伤心带，阮行的不过是所有水手行的路，放饲酒做好啊。我管甲水茫茫。伫迄暗的作业中间，我甲一切的反悔、一切对过去行为的反省和一切对未来的决心，拢放袂记伫了了。总讲一句，就若像风雨一个过，大海就恢复白塔搁平静共款。匆忙的思想一个过，我对互大海吞食的恐怕嘛袂记得啊。我早前的愿望又倒转来啊。我完全袂记得伫极难的时所做的咒诅和决心。确实，有时阵我嘛搁反省，遐个忏悔和决心嘛不时转来我心内。但是我甲因害走，叫醒家己，若像喂羊群中间醒来，倒靠啉酒，交陪朋友来压制因搁发作。安尼经过5-6天。甲所有尾都被良心谴责的少年家共款，我着搁镇压良心啊。毋过，我着搁接受一摆的考验，这嘛是天意，决定毋留互我任何的借口，因为我若搁毋接受即届的拯救，后届就会搁较严重，连尊顶上恶上硬的人嘛着承认危险搁求饶赦。出海第6天。阮来到亚马逊路，遮吹季风，天气平静。自大风雨了，阮行无偌济路，到遮，阮着趴定停困。无停的季风为西南吹来，连续7-8天。这中间，济位纽卡素来的船来到亚马逊路这个趴定的位，甲遮做等风入河的共同港口。阮原本无应该伫遮停偌久，应该趁满流入河。毋过因为风真透，伫遮停4-5天了后，风搁较猛。加在亚马逊路是一个公认的好港口，真好趴定。阮的定嘛趴真坚固，船员拢无顾虑，一点仔都无担心危险，干焦是休困欢喜，照常过海上生活。到第8天早起，风势增加，规船的人拢动手放落中棚，甲物件打叠套动，互船堪得大风。到中昼，海涌确实大，船头几若届钻入水，灌足济水。有1-2届，阮想讲定已经离途，所以
船长下令拍备用大鼎，自然的，阮伫船头拍2个鼎，甲鼎数放到上长。即时的风雨确实有够恐怖，我看到连船员的面嘛出现惊吓的表情。船长虽然专心做保护船只的工课，毋过伫伊为我身边出入伊的床房的时，我几若摆听到伊家己轻声讲：“天公啊，你着保庇，阮伫尾挡袂牢啊，阮伫尾无命啊，等等即款的话。伫起初的混乱的时，我戆戆，简单点点倒伫我的床房里，迄是伫假思索，讲袂出我迄时的心情。我无法度搁恢复早前的忏悔，我已经加糟蹋，搁加反背。我想讲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，和顶摆共款，即摆的风雨嘛会过去。毋过拄则我讲过，等船长来到我身边，讲阮拢伫尾无命，我大大起惊。我起身出床房，往外口看，是毋捌看过的凄惨景象。海面像山遐悬，每3-4分钟就涌到阮遮来。但我搁向四周围看，简单看到世界一片凄惨。阮发现，本来停伫阮边仔的2只船，因为同在食水深，已经去断船岛的围拐。阮船顶的人话讲，本来停伫阮头前略约1迈的一只船已经沉落去啊。另外2只船，雨风吹甲鼎拍袂牢，只好冒险离开亚马逊路，驶向大海。船顶连一支围拐嘛无啊。轻载的船表现上好，因为因较袂遐食力。毋过因嘛有2-3只船，雨风吹到阮边仔，搁紧速闪开，简单舔开因船头的车拐棚。